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为着要协助正像咱的农民，用友善环境的方式，把木材全部利用。家己分署辅导阿里山林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台湾小蓝精油拍底，开发3种新林芳水，希望发展台湾特色的精油产业，增加台湾林业的绿色产值。食物结合电子设备，手一摸就会发出声音。边仔阁用小蓝研发出来的芳水，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初二载时，伫德口自然教育中心发表用茶提炼出来的芳水。精油大部分都是充斥着进口的这些原料或者是品牌。我们希望未来从今天开始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代表台湾森林香气的不管是精油的商品或者是香水的这些商品。为着要让国内林业发展会当有新的产品，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邀请家己大学合作研发，把收整的废材摕来利用，无能解决林农臭气了后产生的废材，嘛替因增加收入。对咱种树仔的人就感觉讲，唔那干那我以后我都得到台湾木材，种一张树仔的这段时间，咱阁会使经过咱的萃取精油，提炼变做是芳水。本来就是要错掉啊，你无甲错掉吼，伊大了嘛是真歹，所以你甲错掉吼，所以这就等于是讲废物利用啦。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指出，这3种芳水主要是用小蓝的树枝甲叶仔来提炼，佮配合森林内底花草的芳气来夹做伙，嘛拢有符合化妆品的安全管理办法，希望替阿里山林业的绿色产值带来提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